我係一個成長課程嘅導師，成就學生嘅成功係我最擅長同埋最快樂嘅工作。我好似一個超人咁樣，用自己嘅意志，一個人同時間做好多工作。不過幾年前同大家都一樣，經歷外在嘅環境變化，我大部分嘅課程都取消晒。點解 BNI 嘅會友佢哋嘅生意增長得咁快嘅？原來做好生意就好似跳舞一樣，將最基礎嘅事情重複，用最柔軟嘅方法就可以產生真正嘅力量。我學識咗咧，同人分享中心嘅資源，同幾位唔同培訓範疇嘅 BNI 會友合作，以教育服務香港唔同嘅人士。喺 BNI， 我可以繼續以自己嘅培訓專業激勵人心，為自己同埋其他老闆帶嚟更大嘅生意。我喺 BNI 不斷重複做最基本嘅事情，曝光率提升咗，意想不到嘅事情終於發生啦！我有機會去到澳門銀河集團幫佢哋高管做培訓。呢間機構咧係我咁多嘅企業培訓裏邊規模最大嘅。今日我好開心可以分享我嘅資源俾我嘅會友。而家我唔需要再做一個超人，同人硬碰硬，可以做返最自由自在嘅自己。歡迎嚟到多元思維，俾啲掌聲自己。